新皇崗口岸大樓港方口岸區首度開放參觀，包括出入境車道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有信心車道可以應付需求，又話將會動員過萬個公務員演練，暢順之後再決定開通日期。喺皇崗口岸過關，駛過呢條橋就代表跨越深圳河。旅客已經落地一次，因為需要完成本港嘅出境手續。日後淨係需要安坐車上，直達新皇崗口岸大樓。保安局星期五接管咗港方口岸區之後，隨即開放南大門俾傳媒參觀。日後旅客搭巴士、小巴或者直通巴，會喺港方口岸區嘅2樓公共交通交匯處落車，之後沿住深圳字樣搭扶手電梯上5樓辦理出境手續。局方亦都開放1樓嘅車輛出境設施，一共有26個私家車同埋過境巴士檢查亭，比原先多咗6條通道。司機同樣可以享受合作查驗、一次放行嘅便捷，因為深港兩地採用5合1方式，同時完成出入境、清關同埋檢疫查驗。但係由於未正式啟用，兩地仍然以捲閘分隔。私家車乘客雖然要落車，但係可以喺同層辦理手續。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同30幾個議員亦都去到新大樓參觀。咁相信呢係皇崗口岸喺開通之後嗰個交通係會非常之繁忙嘅。最主要呢就要排除一啲樽頸位啦，同埋一啲上落客嘅一啲安排上面嘅措施，令到呢乘客到期時更加方便舒適。過往節慶日嘅時候，曾經出現過過境車輛大擠塞，重建之後嘅皇崗又係咪可以處理呢？通關嘅汽車呢，都係嗰啲嘅汽車唔會係即係除非你加一啲所謂嘅 quota 啦，如果唔係咧，其實都係嗰個數目入邊嘅汽車嚟過關嘅。咁所以其實我已經提高咗咧，差唔多接近1/3嘅呢個通關設施，再加上咧，我哋而家用緊呢個5合1。我哋頭先測試過咧，可能最快1分鐘相信咧係完全能夠咧係可以係吸納到。至於出境大堂嘅閘機，由於尚未啟用，兩地之間仍然用圍欄分隔。鄧炳強就話會進行超過100次嘅演練，將會動員超過1萬個公務員參加，亦都會同深圳方做超過1萬人嘅大型壓力測試，確保暢順，再商討開通嘅日期。新皇崗口岸大樓啟用之後，會繼續採用24小時通關模式。預計喺2034年港鐵北環支線開通之後，通關流量會增加到每日最高30萬人次。無線電視記者吳子喬報道。